台南市文化局閣推出高級限定商品成功好野餅，以延平郡王叔風采好野公橋子為靈感，活潑討喜的形象，搭配着金色光芒背景，傳達招財進寶、事事成功的祝福。好利成功加好氣，那歡迎大家呢，就是踴躍來購買這一款非常獨特的一個文創商品。透過高級商品，成為民眾認識台南宗教信仰、傳統工藝媒介，同時把新春好運帶回去厝。舊曆新年就要來到，文化局嘛規劃多元豐富的迎春遊程，包括着活燈降燈節、龍徛光節、空山節，以及各文化園區高級甲藝文場館的展覽、演出甲親子體驗。白天的旅遊行程到夜間的燈節旅遊行程，那甚至於表演藝術活動、文化彩春的活動。也毋過嘛提醒，原本免費入場的全台小學孔廟園區票起價，進前只有大聖殿才需要買票入場，即馬自今日去孔廟就要收費，全票是70塊。另外固定古蹟車看樓嘛已經佇咧2029年底完工，強化古蹟建築特色甲文化價值，串聯周邊廟史景點，真正車看文化園區的教育功能，進一步優化在地觀光環境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